2026年6月19日每日靈修，藉着讀經、禱告與神交談。586與神開會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你禱告的時候，你要進你的內屋，關上門，禱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察看，必然報答你。馬太福音6章6節。小故事：曾經有一間大工廠的老闆，要和廠內的經理談一件急事，但經理的秘書卻阻擋他。經理每天在這個時候開會，不要別人去打擾他。老闆一聽，顯得有點不耐煩。你告訴他我有急事找他。秘書堅持說：老闆，經理交代過，當他在開會時，任何人都不許打擾他。老闆聽後大為光火，把秘書推到一邊，就衝進經理的辦公室，但瞄了一眼，他很快的就退了出來，並且小心翼翼地把門關上，說：對不起，這就是他每天參加的會議嗎？秘書說：是的。他每天花15分鐘的時間參加這項會議。那位老闆看到的是經理跪着禱告的一幕，心裏深受感動。默想：禱告是我們屬靈生活的代表，也是每個人都能做的事。我們最大的危機，乃是只有在人面前公開的屬靈生活，而缺少在神面前隱藏的屬靈生活。檢測我們是否有每天藉着禱告之時與神開會呢？禱告：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感謝你像父親一樣愛護我們，我們也要像兒女一般愛你、親近你。雖然我們每天的生活都很忙碌，但就像每天我們都有定時吃飯、工作和睡覺一般，我們也要每天定時與你傾訴，向你獻上感恩讚美，交託每天的生活、工作和難題。求主幫助我們，不要只有虛無的外表，而要有虔誠的內心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